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，昨伫面册铺文讲，台北市的路口规划需要改进，嘛认为讲机车两段式的西弯，佮有行人的路线，种种的规划嘛应该爱做检讨。黄珊珊今仔是表示讲，台北市政府一直拢有在检讨改善哦。国民党的蒋万安对机车西弯的方式无意见。 27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伫面册打影片，讲台北市的路口规划有真侪拢不飒飒，而且大文强调，针对机车两大式倒弯、行路人路线等规划，拢应该检讨。我们不只要从交通执法、交通教育来改善，还要优化道路环境，整理混乱的交通号志。台北市的路标琳琅满目，规格不一，位置混乱。 而被报道一黄珊珊一透早就到大安森林公园走访，针对陈时中这期台北市车路设计无好势，而且影片取景的地点有真侪伫黄珊珊议员时期的选区内湖区。黄珊珊讲，台北市路口检讨一直有在进行，每个路口都有长期在检讨，有一些地方的确是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，错过流量。现在其实每一个路口都有它的相关管制，本来就在检讨，不是现在才检讨。 台北市车路议题吵甲真闹热，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针对机车两段式倒弯争议，嘛认为应该检讨。不只是待转的问题，包括我们进行机车道路路段，还有包括停车位的需求等等，其实这些都是机车族朋友很关心的议题。那台北市政府还没有具体回应的这些交通问题，道路使用者。 来好好的对话沟通。蒋万安希望透过公开收集意见来规划道路政策。另外，蒋万安二白拜访台北都市经营学会，伊强调台湾地当济，台北市老厝也济，来向学会交流请教规划都市经营政策。记者高本杨水导报道。